华山基金会抱着在地服务的精神，伫个全台设立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3万名左右的弱势长者，免费来提供适龄、适医、甲适地的老人服务。多年来得到地方的肯定甲支持，对此议员李克伟上午结合多位的善心人士甲企业，共同捐赠一批物资甲现金，予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感谢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些有志爱心人士长期也都关注投入我们的社会一些关怀公益这届特别安尼有来甲咱华山基金会安平站这样送暖今天我们在服务处也有这个捐赠的这个一些奖助金还有一些物资有泡面有白米也有3万块的一个奖助金也希望可以对这个华山基金会他们的业务推动上面能有所帮助咱在华山基金会有等顾照顾我们地方的一些长者都有相当好的一个表现我们也很感谢他们这个对社会带来很多的一个注意也希望社会各界可以共同来关心让我们这样子这个好的爱的循环可以继续下去。捐赠仪式由安平爱心天使站的站长李维珍来代表接收，现场并且回敬感谢状。华山基金会安平天使站呢，我们在地服务将近100位的弱势长辈，那他们都是3失，可能是失能、失智跟那个独居长辈。那非常感谢，就是在地我们李启维市议员呢，长期都很关注我们在社区里面的服务，那也协助我们连结，像潘敏杰师姐这一次，还有很多善事，他们都会长期捐助爱心物资，让我们作为每个月到宅访视的那个物资物品。那还有就是捐助我们的常年服务经费，你看帮助我们可以在地持续的协助这些长辈们。这届捐赠的物资包括白米359包、泡面21箱，以及现金3万块，拢是由民间善心人士甲企业主动来响应，希望借此会用的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民众做伙来加入守护天使的行列，帮助弱势长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